做给的中国了，那是越南那是阿姐在那是，那是不一样了，那也都很教练也不准嘛，那那是那那自己来，这个公安那，你也那是了被咖啡跟比较的，另外那也就是呢，阿不就是那当初那边的，那有出来了，那。一看到你这种，那当然就叫，那当然有一种你这种，当然那边的以前啊，比当然了，那这些大概在我们家嘞，那特别就旁边那是就这么多的这种，这个本身呢，那就被讲的了，那么讲的讲的这种那是可以也到了的。那的机会来，那的机会就可能来了。那么除非在家里头来那有呢，嘛像那就来有也懂那从来就买了。那可别个里头那的机了，也是那你可能就这样了。那么从来的两个这个去跟那个这个东西，根本没去可得去做了。那这个有什么这个这个就我讲的对了呢，那么咱们我们来讲解的，要不从哪里去那没有？那个呢，把它把那的是了给洗牌那洗嘛，就拿来就那这个咱们呢，哪一个哪能嘛拍，哪能嘛变成那有那种那你我觉得这种的，那个拍的就可，那你去有了那，一看中间这个是哪天啊？这个拍片来，对吧？那就是就这个没有那也得这么来，那是嘛？那他们可自己品牌的是哪个哪拍的？那这个这种那必须的，比如讲那这个你这种企业那么干嘛呢？知道没啦？那这那么干嘛呢？阿罗王是哪个这个这种是哪个哪个呢？就比你看啦，你吃不到，然后对个也然后对个嘞，是哪个呢？那这个呢，他就这样的那。哎呦，苦出也不做我拿的，苦出了。那这个呢，那就那样，那也别现在那也特别这有可能比较明年拿来人家那去谈的这种嘛，也都不白什么之类了，也不之类，那也不之类的这种，也白这个现在呢，也说嘛，对那咖啡跟别人对说，就个那个，什么意思呢？打到别那也不忙的这种，那这个看，其实就那个，就明年现在你就那个怎么样？另外咖啡跟别人对说，这个英文什么意思呢？就个不知道，明年这个可多个这种这种，别人就嘛什么意思呢？爱懂那嘛，不明白了。这边呢，这里非洲呢，而且